旧历年有袂少人爱食传统的古早味，亲像嘉义东市场咧卖肉卷、卖菜头粿担啊，拢有真侪老顾客对透早就来排队。有民众就表示，传统的物件好食，拜拜嘛袂失礼数，排队来买嘛会好。用网西油甲鸭包起来，搁落去油鼎内底煎。嘉义市东市场内底卖肉卷的担啊，为早时啊，就足侪人排队。店家讲，平常时固定拢有人会买，过年时啊，人搁较侪。那不要见他的排啊，过年搞啊。那是不早会有那个肉啊，还有笋子，拜拜都到心累啊。除了肉卷以外，传统的菜头粿嘛是民众会买的物件。店家讲过年时啊有加班来做，但是因为是手工的，所以量嘛无法度加偌济。是讲有的整海就空空爱卖啦。顾客就怕说买不到，所以他们就一早就来排队。准备要过年啊，传统市场内底一寡较有名的店头，为早时啊开始就闹热滚滚。店家无闲做生意，民众嘛四界款物啊。市场的店头就讲，今年过年的状况甲旧年比起来，确实有较好，可能是转来南部的人变多，所以食后要买的物件嘛变较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